中秋进前的拜六礼拜，国道5号宜兰到头城游园是上盖塔，这车速是无到40公里，拍算要等到暗时10点过才会较好走。天气方面，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有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，可能结做风台葡萄霜。拜三开始，东北部的天气就会开始变歹。关岛附近海滨交通拜日下晡发展加速热带性低气压，每点钟16公里的速度向东北东行。按算未来会将经加速牵到风台葡萄霜，未来行向琉球方向，暗过落山有有变数。菲律宾东边海滨上热带交通也继续发展，为拜三开始天气变数较侪。路径来讲的话，都有机会朝向西北西方向接近冲绳一带。不过还是要留意它所间接带来的长浪，以及它外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水汽影响，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。拜日中秋节东部部分站较高，省外几率无悬，大台北可能有短暂阵雨；西北部省外几率相对较悬。中秋节进前就把假期国道吹7号车潮未少，由南山事故造成塞车。全国道上台的路段也是伫国道5号，为暗仔雪山磅空上北主线，车阵8排到5公里。宜兰到北南的路段可能会继续车势到暗时10点。那我们也已经实施这个主线匝道的移控，晚餐过后，可能才会稍微的这个好一点。但是高车道管制结束后，其实又还会有一波，就是这个非法的车道。高空有预告，拜日全国道交通量会达到108万车公里，会看进行启动10度移控。也提醒中秋假期，伫部分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，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，来因应常常发生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